好来，忽然间大家拢出现了，大家好知啊哈。咱开始读哈，1661年4月22号。礼拜要送出去。有啊，送出去啊！你即马看到。4月22拜五，早起天气良好，有微风对东方吹来。尊严的法务议会开会，伊遮尔工船载着要载去归人的2箱钱币，钱币啦吼，即个币是币嘛吼，币吼，看遮。币币是供信不能密，叫做币币币帛。币币即文言词啦吼，平常时用袂着啦。币黑，迄些领工船载着要载去归人的2箱钱币出港，要去交互停伫南边停船厝的。便对船 Daywink 号，要送去归人的物件，由秘书准备好了后，交予上述 Wink 号的主管，并且命令该主管讲，若是风甲天气会当航行吼，因就必须爱奉上帝名，随启程航往归人。现在无另外写予商务员 Lennis 的批吼，只有早起本个月15号由 Emenhorn 号所送去要去互伊的一张批的抄本。毋过伫咧即个抄本顶头佫加一份附录，甲伊讲目前处地的状况。阮利用即个机会也写一张批，要经由归人送去互住伫咧道路湾的 Harmon Bluckman 先生。批里甲伊讲。伊去年10月初1日来批，阮有收到，阮也已经寄一张批，一张回批经由避南要送去互伊，想要借此查看将来经由即条路送批，是毋是有可能比以前的迄条路更较适合？毋过阮烦恼，若塔拉鲁马社的人，连迄寡和避南社人交战的其他社的人。拢有可能会阻碍即条路的安全通行。就是伊进前有一张批是对东部、对台东即边送去要到道路湾是伫倒位啊？我一直想讲是毋是伫花莲遐？查者吼，道路湾。即嘛，佮另外一张批是对归人即只送，看对即条路较好行，对啦吼。道路湾是花莲对吼，道路湾是花莲。是9分啊？无应该是花莲吼。荷兰人错过台湾的黄金之河道路湾，花莲入雾溪压出100区人骨，新币金银岛地藏1130万两黄金。这篇报道是《人间福报》好来，我来甲念一下。早伫数百年前，台湾有一条黄金河的传闻吸引荷兰人千里寻金。荷兰人据台约10年后，体认到必须要更较深刻认捌台湾，以确保伫在台的军事经济优势。因也希望尽量较紧来赶逐占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更较渴望找到传说中的黄金河。台湾古地图协会前理事长蓝天之局发行人
为德文讲，荷兰人听讲台湾东部运藏金矿，对1638年起，侪摆派人到东部探查黄金的下落，即咱有读过吼，因去探查黄金。最后伫铁瓦湾，就是地多罗湾吼，吹断是伫咧打花莲新城乡立武溪一角位啊吼，找到金矿，但是却因为即个含金量无悬吼，所以放弃开采计划。这可能是台湾历史上上神秘的产金地吼。为德文讲，当年开采黄金真机密，荷兰人就连测绘地图也严格管控。工作人员伫咧测绘过后，必须要甲即个测绘图吼，爱立转去吼，爱交转去。荷兰人伫东部探寻黄金侪年，1653年测绘完成地图吼，100年后才出版吼。1653，100年后161753哦。荷兰人费尽心思，无伫台湾找到真正的大金矿。清代台湾巡抚刘铭传带领工人修建铁记录的时阵，意外伫七岛的龟人河床发现沙金，镀金者沿河上，就是头说数吧，上数还是数上数，经过石发现黄金矿脉，就此拍开台湾的黄金时代吼，就是经过石遮啦，这是真正台湾才有产金的伫遮。就是九分啊嘛吼，九分是亚头团还是黄金啊？我才唔知。大家知，我先来查这个揭开这个序幕这个揭，它在结或者是结。或者是刻吼，现看吼，烫帽啊，牙悬，车拍歹，单灯打白吼，这拢是刻。不管是刻啦吼，拢共意思吼，所以是。揭开，或者是揭开。我读到倒去。另外是上述金瓜石，这个树瘤就是歹势。它做塑或者是塑哦，吹滚源吼，水逆流起底，水逆流起底顺流落，这是你写上咧看无？堆砌吼，都做塑。吼 ，SOO 第三调上塑。好，另外，所以多罗湾是伫花莲立武溪这角位啊啦吼。新城乡是伫倒啊？哦，花莲是足长的吼，花莲县吼，对。你若对台湾的西部遮开始算起吼，是最头苗栗公馆一直到嘉义步道安尼，遮远，这拢归花莲县吼，归花莲吼。
所以新城，敢若离即嘛对，新城离即嘛花莲市足近啊，伫花莲市的北部北边啦吼。啊，立雾溪是即条哟，即条叫做三站溪。新城。这条叫做什么？桐木瓜溪啊！这条叫做寿丰溪。啊，过来这条回劳了，这条叫做啥？花什么溪？花莲溪，所以立雾溪是对一条，立雾溪，秀南乡，立雾溪伫遮吼。伫咧新城的北边啦吼，就是塔鲁谷吼，太鲁阁吼，塔鲁谷出来即条溪就是立雾溪啦吼，歹势吼，现在对东部现在你看足无熟吼，好，所以就是塔鲁谷这，但是遮无三金啊吼，无金啦。好，咱继续看吼，看日子。夜写一张批要经由归人要送去住伫道路湾的哈门布鲁克曼先生吼。我拄则讲伊这两条路嘛吼。阮劝勉即个布鲁克曼对伫遐强无希望的黄金交易之士吼，爱精心努力，试着去拓展吼。也爱和道路湾人凡事保持友好的关系。4月23拜六，早起大忙的天气透东风，今仔写一张批寄去予政务员 Plus， 甲伊讲，阮真欢喜收到伊本国月13号的来批，知影讲二林地区的状况良好，并且甲伊讲，阮稳准伊伫咧后个月，就是5月的时阵。5个月初吼，会当前来即个城堡，不过爱先甲迄边的一切事务安排就绪以上。中昼透起一阵强烈的北风，夹着薄雾。4月24号礼拜日，有晴朗阳光的天气，就是出日的大好天啦，透北风，举行安息礼拜。4月25拜，同款的天气也悠然透北风，今仔日无啥物特别的代志，只有写一张批寄去予南区的政务员 Hendrick Norton， 甲伊讲，阮对于本个月19号的来批看到放索啊、家庭、历历、达那修、本洛、芒阿里甲百律这几社的人呢，伫咧对付迄几个历史社人的代志顶头表现甲实在太无能、太不情愿吼，也伤无胆气吼，太胆怯吼，无胆。怯，我来查一下这个怯，这个汉字吼。怯是卡夹吼。我捌听过夹势啦吼，夹势，但是这只嘛，卡是字姓吼，这但确读做卡是国名啊、人名啊、字姓、姓名拢是名吼，但是我毋捌听过吼，卡啊，歹势夹吼，夹就是但确的一个意思哦，就是小胆、惊吓、沦落。
软弱贫惰失志，所以拢会当即个吸伫软正伊无收软正，伊敢若收软弱。好来，来这几啊词咱来学一下我先甲这我看觅来，即个甲先我看觅我另外开一页过来。这是要哪？好，这是要哪？这底无色，毋知要安怎用。安尼。好来查一寡即寡词第一个是我拄则讲吸势，我看查会着袂吸。直接用即个汉字看查会着。吸用即个吸字做大力大词典吸有收大力大用收，就是伊诶规则是歹命运、散车、困苦。第二是荡生咱来看例句，较恰落油鼎较恰落油鼎，意思啥物事？比落油鼎搁较艰苦所以即个恰就是艰苦啦较恰过落油鼎啦较恰落油鼎但是你讲伊若讲第二句第二个例句讲你做人真恰是真荡生的意思做人真恰我不听人安尼形容啦但是学起来做人真恰较恰落油鼎恰意是无亲切歹意好意变做恰意例句好意变做恰意，恰气是无药医无愿望囝去恰气，就是意思是囝死去囝放荡顶变甲无愿望就是囝去恰去，毋是敢若讲，毋是讲死去啦，是讲有可能是死去，有可能是放荡学歹去啦囝去恰去所以变甲无愿望嘛我来看一下恰去，是伫倒位啊？恰去，这啊恰去囝去恰去子が死んでしまった。ほだなど治る見込みがない。好，恰去恰命是不幸的运命，叫恰命。拄则讲较恰落油鼎，就是困真艰苦嘛，所以恰命就艰苦命嘛恰屎，拄则讲你做人真恰，是讲你真当生。恰屎就是真当生的意思虽然我嘛毋捌听过恰屎，真歹听啦恰死，我拄则讲恰死恰死是面歹、面歹看，叫做恰死。我听过即个词，但是我毋知影即个意思的意思是面歹、面歹看的，所以恰死伊无例句安尼实在是好理解恰死，看日文版讲是顔が見にく就是歹面啦不气量来查一下查一下例句字首
我直接用。不气溜是 ugly of a person, plain, unattractive, homely。不气溜，原来不气溜是歹的意思哦，恰死，歹歹看无。不气溜，个啥？恰死哦，歹哦。咪咕噜死，咪咕噜死是面歹看的意思啦吼。咪咕噜死面歹看嘛吼。咪咕噜死，我查一下日本版，查一下日语词典吼。咪咕噜死，咪咕噜死。咪咕噜死，咪咕噜死是 unsightly, ugly, unseemly, indecent, deplorable, disgraceful, shameful。咪咕噜死啊！好，夹死啊！这个夹哩。过来是恰大，恰大是悲却小大了哈，就是无大了，恰大哈。好，啊，所以第几家讲太讲，迄几个历史社人伫处理、伫对付迄寡历史社人的代志中，表现实在太无能、太不情愿，也太恰大了吼，太无大了，太恰大吼。会记吼，夹这有歹命，有歹看，有当生，有即嘛这无当的意思吼，夹。因此呢，阮已经允准确求去攻击迄寡人的小人社人250个因的查甫人，伫今仔日对小人处罚，要经由模拟模论去攻击迄寡历史社人吼，就是啦，讲即个。南部的啦吼，南部的伤含慢啦吼，所以小人呢就北平的吼，就要去甲因攻打吼，要去销毁因的农作物吼，阮甚至允准因全社的人拢会当去吼。即寡小人社的战士去到模拟模论的时阵呢，诺顿先生要遵照阮的计划，确实指示因所应该做的代志，袂使互迄寡。即个凶悍的南区的原住民含即寡小人、社人，透难去当做去攻击迄寡人吼。毋过，如果因若是真情愿要当做去吼，嘛袂不妨吼，互因当中上强壮的人去边仔去担任即个校保的武力吼。所以是。真看袂起即南部的对啦吼，但是佫讲迄寡凶悍的南区原住民吼，讲真足歹啦，结果我互因含即个北边的即个小人谈做伙吼，凶悍即个悍，你我查者吼，悍，甘你练悍是。毋是，歹势，我甘你点伫遮。哎呦，我拄则敢若讲要查几下书，结果敢若即个徛伫都袂记啊吼。等下，好，凶悍的悍，小等下吼，我来看觅。甘你点加开一个。凶悍的悍，好，读，我写的笔写吧。
监理店徛。徛内底有小大惊吓轮内吼，轮内来查查轮内，轮内是轮内啦，歹势我读唔着，轮内吼。轮第二条内 NEH 第四条吼，轮内就是惊吓吼。例句，即个囡仔全无轮内，全无咧惊啦吼。轮内吼，歹势我一直读唔着去，轮内吼。嘿，这足奇怪啊！轮内是惊，哦对，轮内就是惊啦吼，就是会惊嘛吼，徛就是惊嘛吼，轮内。软肉吼，软正，即免查变单是字好。过来是即个凶悍，即个悍字读做悍，读做悍，就是直接和华语音相像吼，悍，或者是悍吼，第七条悍，第二条啊，第七条拢会使吼。悍甲悍吼，拢是谨慎、猛、强勇吼，残忍吼，拢是悍。或者是读做悍吼，勇猛吼，豪杰，性劲，谨慎地吼，性劲应该就是谨慎地吧。看一个汉字伫个大理大书店。俏，哦，这个音哦，俏查某是公明的查某人吼，俏查某，俏就是公明吼，查某人公明叫做俏，俏查某，俏白白。说这个音是毋是后来佫含读做俏？俏查某，俏白白。哦，俏查某，俏白白，这是例句吼。顶头即个例句是俏查某，俏白白，俏白白吼，俏白白，俏白白吼。第四个词就是收俏白白，所以嘛是咧即个恰嘛是，等下吼，安尼我查一个恰白白恰 ，CHIH 毋是 CHHIH IAH 恰，好恰哦。讲即马我查即个恰音吼是汉字是收红色迄个恰吼，红色迄个恰几数三个，第一个是恰色，第二是善恰，第三个就是查某人公明叫做恰吼，所以会当读两个音啦吼，一个是恰，一个是俏吼，恰查某，俏查某吼，拢会使吼，好。不可互迄寡凶悍的南区的原住民吼，凶悍。好，4月26号拜二，风甲天气有缘，像这几工，这前几工，阮收到 David Hartwell 阁下对小人寄来一张批，甲阮讲，所计划的迄寡小人昨昏下晡准备好以后。就对小人出发咯。又搁讲有满头人、目加利湾人、甲新港人，伫咧无符合甲命令之下，也擅自加入行列。
含上述迄寡小人同齐上路要去律理社，伊为着要减少安尼去的人数，把社批去予新港的政务员 Leonard Verhagen， 叫伊尽可能设法阻止即寡人滚倒去。但是伊回批讲，迄是无可能的，因为上万甲伊讲啊。因此 ，Hartwell 先生就亲自去新港，想要去阻止即种伤过鲁莽的代志。但是到遐发现村舍里完全无会当用来打斗的人，所以呢，就问迄寡长老，因嘛毋知影讲因做毋着啥物代志，就命令因爱尽可能去甲迄寡人调转来，甲因调换转来，因答应随照办，结果会如何？爱以后才会知影。哈特沃烦恼讲，即阵无长老带领，无良好领导的乌合之众，将无可能甲代志办好。这是不可容忍，这是不可容忍，又个太鲁莽的举动。即种举动非用处罚是无法度改正的。善字的善，我查一下善。他做仙啦，自专专权霸占，拢是仙4月27拜3。今仔日4个应该使读了啦良好的热天的天气，暗时啊，哈特沃先生对小人转来即个城堡。4个礼拜拜4，就是小人伊对离开小人了后，即嘛直接去即个热兰亚城4个礼拜后拜4，长官阁下伫早起渡往普罗宾西亚，暗时啊转来即个城堡。今仔日也是好天，有舒适的西南风。4月29拜5，乌阴天，早起落一寡雨。即个城堡的法庭上午来开庭。4月30拜6，即工就多啊来看觅。早起6点半，迄时是平静无风、日大蒙的天气。阮看见伫西北方，距离北平停船厝约了半里的所在，有无寻常的正坐是那旁船6年门落来，代志发生了，各位啊，显然是对是那来的国姓爷的军队。迄时为着公司的工作，来即个热兰亚城堡的地方官Jacobus Valentine 阁下随出发转去赤坎的普罗宾西亚城堡来，即有即个 Jacobus Valentine 阁下，咱先看伊对注脚第一条讲，杨英象征实录称伊做马兰士丁就是个 Valentine 嘛 ，Valentine 瓦兰士丁，应该就是当时古代华人如此来称即个人叫做瓦兰士丁。结果即个电官 Jacobus Valentine 阁下随出发转去赤坎普罗宾西亚城堡紧急准备发生危险的时阵，会当下达需要命令。同时，伊也为着迄个所在炸起2桶肉甲肥肉以及一寡米，阮下令所有住伫台湾市镇的新仔人，拢必须要留踮咧因的厝里，将迄寡上重要的新仔人带来拘禁伫上顶层城堡里，并且将所有新仔人的衫板全部拢没收落来。阮赶紧派人送一张批去南平，予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命令伊甲伊辖区内全部的荷兰人以及因的妇女甲囡仔，毫不延迟，完全无延前着，真有特殊，真有真规矩有特殊的
秩序啦吼，真有秩序吼，真特殊，拢飞速带来厝地吼，带来即个台湾遮吼，即个咱掠社报遮，就是甲101南平政务员迄边啦吼，南平就是打到即只吼，讲甲辖区呢全部荷兰人拢带来吼，囡仔大细囡仔大，荷兰人拢带过来，并且呢，路途中爱按照去年发生类似即种状况的时阵来颁予伊的指令管理因吼。就是按怎管理进前拢颁布这个命令个吼，共款也赶紧写几张批分别送去北区，送去北区迄寡政务员命令因爱该动牧师甲所有荷兰人以及因的妇女甲即个囡仔，合属前往消人吼，就是真去消人啦，然后先将因的妇女甲囡仔送来咱掠社堡。也派一只舢板去南平停船的所在，阮的船就是 Graveland 和Den Hector 和以及 Maria 和下令，爱来搁较瓦近岸边的所在，并且安排好作战的准备。同时，荷兰市民下令爱准备好武器，以便需要时阵来市政厅报道。真侪希腊人，特别是因的妇女，因的妇人。试图要经过便衣，沿着拿道园迄条路，想要逃往南方去吼。我顶回咧查即个图的时阵啊，伫猎人社堡甲即个猎人社市地咧图，有看中午有一个所在是现场嘛吼。我记得便衣嘛，差不多是伫遐啦吼。好，来，这图爱搁显一个吼，即嘛已经。爱各位熟悉一下这环境啊吼。我顶回是安怎查即个图的啊？我记得是用猎人社市定吼。遮即张吼，好来即张，即张方位上咱嘛较看会惯势啊吼，因为北边是伫咧上顶头吼，西边即边是社堡，上东边角角来遮是市镇吼，中遮是现场，便衣伫遮吼，便衣伫遮，伫咧即个。社堡的东南角遮，拿道园无，我毋知吼，伊无位。好，咱来看吼，讲即寡妇人人吼，试图要，我都大家对记试图要经过便衣，沿着拿道园迄条路吼，想要逃往南方去吼。咱拄则看着讲这。边伊这是伫南边嘛，东南角伫我南边的即个边边啊，遮吼，所以是往南方去，无毋对。想要逃往南方去，但是被阮的哨兵挡条咧，因则停落来，转去因的厝里，遵照命令，然后踮咧厝里吼。所有伫咧猎人社堡里的荷兰人，包括着迄寡调入来社堡内的助理、工厂。工匠吼，和其他公司的人，拢配发武器，对所有的人也拢下达关系着枪支甲粮食非常周详的命令，下令爱夯定棒吼，讲硬的迄种棒，对台湾市镇搬入去一部分的鹿仔肉来城堡里，也下令严格监视所有被关伫个加罗里甲。上靠寮的其他人和其他的人，但是释放加罗里所有的荷兰人，做个兵的配发步枪予因，其他人就派去领保去协助炮兵。敌人迄寡篷船伫北边停船的所在停船了后，
就是敌人吼，之前讲迄寡旁船啊，伫北平停船的所在，停船了后有一只舢板，等第八条即个注卡吼，咱来看一下吼。第八条注卡就是伫敌人迄寡旁船伫北平停船处遐停船遮即只写吼。看来，用第八条讲，当时伫鹿耳门港道的头前吼，北平超石区哦，大石区的下面。我都要现一个地图，看即嘛现代地图啦吼。鹿耳门是伫即嘛鹿耳门伫遮嘛吼，就是较早应该是导航来害遮啦吼，伊都对鹿耳门即边入来啊。安平伫遮嘛吼 ，OK， 等下遮，等来看吼，讲迄当中伫鹿耳门港道的头前，北边的大石区的下面有一位真适合停船的即个停船的所在，荷兰人就是称作讲北平的停船处吼。咱定下你伫个日志有贴着吼，就北边的停船处甲南边的停船处。伫台湾港道外面小可偏西南方向的时阵的所在，有一位啊。另外有一位适合停船的所在，咱拢读做讲叫做南平的停船处吼，就是台湾港道外面吼，就是安平遮吼。伫南方贵座吼，若是停伫北平停船处吼，有比南方车去北平大石区去看搭吼，看到迄个大石的即个危险，因此呢，所以就是北平即个停船处伫个冬天的时阵有危险啦吼，因为。毋是，伫南方贵座，因都有危险嘛，因为会甲风会甲塞去看搭，因此呢，伫南方贵座，荷兰人原则上是袂去北平停船处去遐停吼。所以郑成功知影即个代志，伊经地处事吼，伊派探子吼，真早知影讲荷兰人伫热天时阵。其实也无到热天啦，这是南风天啦，4月吼，所以4月30南风天。知影这代志，所以伫个命令船队伫个来即个北平停船停船处遮来停吼，并且利用附近的鹿耳门的港道来进入大港吼。OK， 这是第8条注卡吼。我看下时间吼，今仔日才紧张，剩15分钟。好来，敌人迄寡停船，旁船伫北平停船处停船了后，一只舢板对遐过来，因过来南边的港道遮，甲徛伫迄个港道里所有的浮标吼，全部拢扑断吼，扑断了后，就各转去因即个旁船遐。咱来看即条第9的注卡，咱来看觅。第9注卡讲，台湾港道的出口处有一个沙洲吼，线洲啦吼，互港道分做南北2个港道出海。迄当阵，台湾港道的出口处一个沙洲，我看一下图吼，毋知台湾港道是伫讲倒位呢？台湾港道，看即张图敢有？OK， 即张图就看起来就知影讲台湾港道是指啥，就是即条吼，就是这是个野城堡，加个野城市镇吼，啊，即只就。含北平即个沙洲遮多一个港道，所以咱讲北平停船处就是应该是伫即个位啊啦吼。好，啊，遮即个台湾港道，咱转来日志遮讲，台湾港道的出口所在有一个沙洲，吼，港道分做由南北2个港道出海。毋知是毋是伫，就是应该是讲南北，一个是对遮，一个是对遮吧。OK， 怪怪吼。为什么我讲怪怪？因为看起来是
这是台江内海嘛，但是岛方内海，我本来想讲两个有接做伙的，结果无呢。是讲这本来就是岛方内海甲台江内海两个港就，我毋知吼，知的人再甲我讲一下吼。我看过有别张图通我看无。别张图，这张。Septenio, Mediodia, Oriente, Occidente. 我来看这张来，这张来拍徛直的，拍摊滑的。这是台江内海嘛，毋对，伊嘛是讲漂，这个是台江内海。这个是鹿耳门水道吼，歹势我讲毋对，因为是鹿耳门水道，毋是岛方内海啦，是第一只吼。所以这张图看出来吼，这个沙洲吼，这是南北两个出口嘛吼，就是台江内海经过这个人家城堡。要出海，就是这两个水道尔吼。鹿耳门水道，这是就是讲对这个细条水道入来吼。因荷兰人是拢行这条啦吼。OK， 安尼就清楚啊吼。过来，转来注卡第9条讲，台湾港道出口处一个沙洲，互港道分做南北两个港道出海，就主要讲一个是鹿耳门港道，一个是这个台湾港道吼。当时荷兰人称作北港岛甲南港岛，合称是台湾港岛吼。荷兰古初期北港岛较通啊，较好较畅通，或是安尼写吼。北港岛就是鹿耳门迄边较好，船较好驶吼。船只拢利用该港岛来出入。荷兰人并且伫伊个正边吼，右侧吼。右侧的这个北线尾沙洲，就是中这个沙洲应该就是因讲的北这个沙洲啦吼。北线尾沙洲建造个碉堡吼，要用来保护这个掠城堡，但是中期以后北港岛渐渐吼污浅吼，所以南港岛成做进出台湾港岛的通道。荷兰人伫这个南港岛港口的所在。设置浮标示这个通航的位置。第是讲的海军到北平停船处以后，随派人来台湾港岛来斩断即寡浮标吼，应该就是伊要入台进行筹划之咯，就是因本来就计划好，一公箭是入来这个所在，就要做这代志吼，要甲浮标甲扑掉吼，应该是就是意思是，我互你知影讲，即嘛水浅嘛，最深浅就对啦吼。好，来继续谈落。阮派遣200个士兵，由队长Juan van Eldorp 带领，坐阮的领港船前往 Provincia， 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写一张批。送去互地方官 Jacobus Valentine， 甲伊讲，伊会当按照伊判断派用即寡士兵，毋过应该爱较侪用伫防卫，较少用伫冒险去内陆作战吼，并且提醒伊敌军有可能伫Smeerdorp 遐登陆吼。Smeerdorp 是啥物所在？毋知看第10条。第10条这个注卡 Smeerdorp 又个称作阿姆斯特丹 Polder 吼，阿姆斯特丹田啊吼 ，Polder 咱进用北这个伫这个北部的时候，拢讲这是田吼。Smeerdorp 又个称作阿姆斯特丹田 Dorp， 阿姆斯特丹 Polder 是迄当阵一位龙群区吼。荷寮港伫这个区内是打台南营空
间内吼，银空的即个台南银空啦吼，内底吼，河寮港。斯米尔多普，小等下吼，来查一下斯米尔多普河寮港。河寮港，河寮港遗址，吼，我即个用即个河寮港这3字去 Google 的时阵 ，Google Map 去找啦吼，有河寮港遗址。好，河寮港遗址就是即嘛营空，即嘛已经算陆地啊嘛吼，即嘛无啥物，无遮毋是海啊吼，就是营空，台南营空。但是河寮港的位置伫咧我即嘛台湾文学馆遮呢，后一撮若去有机会，我再来看一下即个河寮港的位置遮吼，我看一下有啥物位置。府城书籍河寮港位置，啊，即间是啥物物件？河寮港位置，即间毋知啥物建筑，门诚水啦吼。好啦，我直接用来遮看一下，看一下即间是啥物建筑门。即嘛叫做是一间 hotel， 叫做 RS Boutique Hotel。伊的门口遮就一个细机，即个石碑吼。我足喜欢日本人像安尼，即个位置即遮爱着甲插一支条啊，细支条啊，写一下，互你知影讲这是较早啥物。虽然讲你完全找袂着啥物物件啦，但是伊就甲你插一支安尼吼，这袂歹吼。有机会后尾机会去看吼。咱来看一下吼，拄则迄个地图我先讲一下，河寮港位置是伫咧，我讲离台南文学馆无讲介远啦吼。哇，我那两个 block 吼，行路行走5分钟、10分钟可能爱吼。原台南7号数遮入去吼，公园路行到民族路倒弯吼，落去行看迄间 hotel 就是啊吼。但是迄间 hotel 的中文名叫啥？我看下。叫做台南永兴金郁金香酒店吼，台南荣新金郁金香酒店吼。后来转来，为虾米读个河寮港讲，斯米尔多普就是伫咧河寮港即区内，伫咧河寮港遮啦吼，伫咧斯米尔多普的阿姆斯特丹坡德吼，即龙昆区吼，较早就是已经是龙昆，遮已经毋是。因那为虾米叫一个港，我毋知影。龙昆区表示讲，即只本来就是陆地嘛吼。好来，咱来看拄则为虾米读到遮来。河寮港是第10个注脚。今仔日我剩4分钟。讲敌军可能伫咧斯米尔多普遮来登陆吼，伫遮起山啦吼，提醒即个。Valentine 吼 ，Jacobus Valentine 伫咧赤坎楼即只吼，讲你爱注意吼，敌军有可能伫咧即只来起山，伫咧河寮港遮吼，斯米尔多普遮起山，爱设法阻止吼。咱来看一下吼，所以即个大江内海差不多是伫倒位啊？即只吼，即角位啊？看袂出来啊！即嘛全陆地吼，啊，即只应该是较悬啊啦，对，即只应该都毋是海啊吼，就是拄则讲的迄个河寮港遐吼，所以因可能对遐登陆吼，伊叫伊爱设法阻止，因为阮伫即边无法度像伫咧普罗宾西亚迄边安尼知影要如何来阻止因登陆吼，阮。
该电管建议，若是情况需要，而且无或者是袂引起真明显的这个危险吼。就是讲，若是情况需要，而且无危险，或者是袂引起正大危险，会当召唤居民来帮战，或者是用其他方法来阻止敌军踮咧遐来起山。阮去追赶一寡来抢夺的新仔人，追了一阵了后，发现有一阵武装的新仔人密伫咧草莽内底，草莽后壁咧听候因吼。但是看见我方的人了后，自存力量不足以对付吼，家己凊军友啊，知影讲拍袂过吼，所以就逃转去咯。而我方的人也因为无命令，所以就活头转来吼。除了互敌人放杀因所摕的物件、因所抢的物件，并且互因行一条以外，并无搁再做其他的代志。这是后面第11条注脚讲，这段话呢，伫遮事由写甲无讲介清楚，但是参照下面的描述以及巴达比亚日志1661年12月21号迄条的记载，知影讲是伫咧描述郑成功的先头部队伫咧北沙堡沙洲东南角遐迄寡废料去夺取物件，去遐抢物件的时阵，被荷兰士兵去赶掉的情形吼。以上就是注脚第11条。互咱继续读落。约罗伫下晡5点钟，普罗宾西亚迄边发射几发步枪。这个代志，根据阮所接到报告，是队长阿多尔普早去恰砍的迄200个士兵当中的60个人发射，因要去上岸的时阵，敌人已经占迄位啊吼。就是普罗宾西亚遐，然后敌人已经伫遐，所以因必须要发射步枪抢攻前进。因安尼来起山进入去普罗宾西亚城堡了后，其他的人就和上述的队长阿多尔普伫咧要暗嘛转来处队，因为阿多尔普安尼讲敌人的船只已经来压迫到非遭受极大的危险，无法度去恰砍登陆咯，就是敌人的船只已经伫遐威胁着，然后阮对无遮大危险，无法度去起山，无法度去恰砍迄边啦吼，所以因退转来嘛吼。虽然如此，该队长的即个打cap吼，打cap主角cap打啦吼，知影吼，主角在学过吼。该队长的cap打被认为讲，这是特兵转来主要因素，根本你就是无当你惊死嘛吼。所以因为对每条的北边有一粒小炮弹，报告因迄遐即件代志，也会当看出讲，即种认定是正确的吼。但是我看无吼，毋知啥物意思，讲对每条北边有一条小炮弹报告去，安尼就因就看会出来吼。即种认定是正确，讲伊无当，因为迄60个士兵比其他部分的士兵力量还佫较细，就有法度通突破敌人的阻挡，为虾米因袂当吼？就是有60个人，发射，但我看嘛，因为因转来是几个人伊无写，所以毋知吼。好，伫上述北沙堡的共一个所在，我看看觅佫偌济。今仔日看到地图个5分钟啦吼。歹势。伫上述北沙堡的共一个所在，佫有几个北沙堡吼，你若看图吼，北沙堡应该就是即角位啊啦吼，即个沙洲吼，叫做北沙堡。我来看别张图，无写。那即张图的原拄则有一张图足明显的是伫倒一张，看袂出来。我用安尼，测。
我咧找北线尾的所在啦。好啦，我找即马即个地图的北线尾。现代地图北线尾，是已经伫大江这边啦，就是即个对啦，应该差不多是即个沙洲的北边遮啦吼。因为即个南港岛、台湾港岛即嘛是伫对看袂出来吼，应该拢改变去吼。北线尾是伫遮吼，就是即嘛四草遮啦吼。好，来四草吼，还是四草，不管好。伫咧上述北线尾共一个所在，又过几个啊真贪心的即个先仔随手要来抢物件吼。阮等到因几个人侪人组织做伙吼，就因发射7粒大炮弹。因看到即个滋味不好受，滋味不好受，算这毋是说啦吼，就含顶一厝相款就紧离开，所以阮就派一只三板去遐，甲迄寡细间厝吼放好烧掉。迄寡厝呢是阮迄寡逃亡的夫妇用竹仔甲即个草吼茅草啦吼所起的吼，甲放好烧掉。有一个士兵对此地杨条来城报甲阮讲，伫遐你指挥的下属比阮的友好的，但是现在你逃亡的新仔人。用棍仔拍甲非常的凄惨，就是新仔人开始造反了吼，差不多规身躯每一个部分拢被拍伤，就是伫遐指挥即个下属啦吼。真袂当相信，伊本来是真友好的吼，但是即嘛已经无友啊，真袂当相信讲阮的新仔居然竟然会起来叛乱吼，安尼来对待阮，可能敌人伫咧庄骹也会怒待阮的人吼。但愿万能的上帝会保护因，敌人遭受敌人即种暴力。就伫咧即当阵，副官叫做 Christine Hansworth 对 Provincia 徛马对迄个劫掠，就是一位迄个所在吼。经过一阵武装的新仔人来到此地，甲阮讲，咱讲啥？等下再讲。咱先看两个注卡伫遮，第一个是副官的注卡，第二个是迄个。劫掠就是遐维维路啦吼。副官是12，讲是1655年以士兵的身份坐着马拉卡号出国，伊去佛罗摩萨，同年伫咧遐新任下属。1661年正做地方官的副官，同年7月7号，因为伊对国姓爷的新仔士兵作战吼。1661年5月表现英勇。长官归伊晋升伊做来掠城堡的将旗官吼。好拄则讲徛马经过即个劫掠 ，head now 原文安写吼，讲是对台湾通往佛罗摩萨本岛迄个真歪溃的一个那敢若残花地安尼吼，就是足歪的地啦吼。就是以后所谓2坤心到7坤心吼，就是等于是咱伫咧伫咧所有的地图顶拢看会到，就即条吼，即条或者是即只都看袂出来吼，即只拢有，所以即图吼有些是差足远的，明明即只是足歪一条路，即只拢看袂到吼。OK， 所以就是即条吼，即条路吼 ，OK。讲伊行即条足歪溃的路吼，以后叫做2坤心到7坤心，我看嘛，即嘛现代地图。即当阵就厌去啊！遮台南无讲熟到即种程度。2坤心、7坤心是伫倒位啊？2坤心，只有4坤心嘛吼。坤心湖，3坤心吼。3坤心、2坤心、3坤心、4坤心吼。好 ，OK。转来第几只继续吼，第13。伊来此地甲阮讲啥物呢？并且伊炸来一张地方官 Jacobus Valentine 阁下的批吼。
伊讲今仔日早起看到伫咧史密多普遐有上百只的马，由敌人就是敌人砍来啦，敌人砸来即个马吼，砸来遐每一只马拢徛一个佩带弓、箭、关刀甲大刀等等，金世是武器的勇士吼，上百只的马吼，每一只马顶头拢做一个即种剑士吼，即个武力看诶真恐怖吼，伫迄当阵吼，冷兵器诶时代吼，你看迄你就知影即哦。好来，继续看吼，武力算真恐怖吼。即队即个骑兵的骑兵吼，骑兵吼，即队骑兵最头前迄个骑士有一顶红色花盖，嵌伫咧伊诶头壳顶，就像荷兰人诶作风。哎，各位摇一下，这啥物人？敌军有一部分已经下过 provincia， 就是我过下过即个 provincia 城堡去加隆的桥遐吼，附近去驻扎吼。就是讲，拄则讲即阵内底迄个有一个有一顶红色花盖迄个吼，上头前迄个技术吼。啊，另外讲敌军的一部分吼，过来是敌军的一部分去到即个卡隆的桥，我看嘛会对第14个注脚讲。卡隆的桥呢，可能就是以后所谓伫咧营空的大桥吼，大桥的故事，这是洪嘉欣有写一篇叫做《大桥的故事》，营空的大桥。我查者吼，营空有一个所在叫大桥啦吼。什么所在啊？大桥火车头，好，即嘛阁有吼，大桥火车头遮吼，即个位啊应该就是叫做大桥里吼，即个位啊，即个位啊拢叫做大桥国小大桥里活动中心吼，即只拢叫大桥吼。是啥物所在呢？台南花园夜市营空大楼邮局吼，伫营空啦，我哋是营空吼。大桥里遮，第14个注脚咱转来遮吼，讲去加隆的桥附近来驻扎吼，就是已经就是讲的部队用伫遐吼，一阵伫遐，地方官交互上述 Christine。查来迄张批写讲，伊派几个人去外面侦探敌情，迄个人转来报告讲，敌人已经伫咧南桥的龙庄甲附近。南桥即只南桥伊是写荷兰文吼，我看第15个注脚，南桥的龙庄应该是迄当阵梅氏日志所讲的即个沾水的龙庄。可能是以地名清界农庄啦吼，但是即个沾水农庄是人名清界农庄吼，但是我犹豫毋知这是人桥的农庄是啥物所在吼。后来第15个注脚讲，敌人已经伫人桥的农庄附近，以及伫咧迄个庄窑啊遐吼，烧庄啊烧窑啦吼，遐驻扎吼，所有人拢穿伫金世氏的剑甲、甲头盔等等，也看会到有60面旗啊。是哪人伫咧北线尾，以前阮所去的海堡的所在，搭真侪军场吼，军场啦吼，帐篷吼，军场。强要帮派去荷兰掠城堡的荷兰迪亚领堡下面的壁，阮用土来屯田吼，并且坚固来拍实。约落伫咧上午10点钟，阮看见咱即工吼最漫长的一天吼，上长的一工吼，即嘛才讲到早起10点钟吼，阮看见早起所看到迄寡芳船呢，有几只上细只的芳船驶入去鹿耳门港道，并且有一只鹿耳门港道就拄则讲迄个两个港的北边迄个吼，并且有一只
一只一只鱼贯驶往斯米尔多，就一只一只线接一只对龙尼门港岛驶入去斯米尔多遐，就是拄则讲斯米尔多是迄个火疗港遐迄个旅馆迄个位有一寡船顺着赤坎沿岸往北航行，一直到迪加朗头前沿岸也看见迪加朗，我袂记伫倒位咱较早捌查过啦迪加朗，即嘛阁有迪加朗个地名阁找会着迪加朗是即嘛什么所在啊？我毋知即嘛这个是什么所在呢？安南的东边，新市安南新市这只中遮，就但是离即嘛迄个台南市遮有一zat仔路呢。好，不管咱转来读反正就是一寡船顺着赤坎沿岸往北嘛，就是北无毋对，然后一直到迪加朗头前的沿岸所以已经足远啊也看会到几只也看到船也看会到几只篷船留伫个上水的龙尼门港岛附近来回哩移耍其他的篷船是集中停伫北边停船的所在。根据阮所看到的所看会到的即阵船只，包括着大细篷船，全部约有毋知几只，迄个远东啊，就空白去无写。但是你干那看嘛知，那即嘛鸟老咧的一阵遮大阵其中也有真侪细只船哇，这真正是足恐怖的规阵来占啊这咱嘛想会到啦你要来起山，要来攻占即个所在你无用迄种压倒性的兵力，你派几只船你拍绝对，你若拍输你就代志大条啊损失足凄惨的嘛你要拍赢，你绝对就是像即种用即种兵力来好，来咱继续看咧中昼12点钟的时阵，咱看到中昼普罗宾西亚迄边发射2摆大炮，就普罗宾西亚就赤坎楼迄边，就伫即当阵有一队20个新仔人的队伍。等下我看咱搁看一下赤坎楼伫倒位。安平伫遮赤坎楼伫赤坎楼伫什么所在赤坎赤坎楼伫遮差不多含安平含即个烈日社堡，差不多东西向伊伫东边烈日社堡伫西边嘛中央就是隔迄个大江内海OK。好，来看讲中昼12点钟，普罗宾西亚就是赤坎楼迄边发射2摆大炮，就伫迄当中隔一个大江内海啦东西3队就伫迄当阵有一队20个新仔人的队伍，对因停伫北平停船处的舰队出来即个北线岛沙洲遐起山，非常大胆伫遐登陆就对啦，非常大胆来即个城堡正对面的北线岛沙洲的一个角湾遮，城堡正对面一个就是北线岛的沙洲的南边即角啊遮阮的渔夫建造厝的所在就伫遐啦插一面旗阮的渔夫已经逃走因所起的厝遐，互即寡国姓的兵伫遐插一面旗伫
长官阁下听到即个代志，遂派几仔士兵坐一只小船过去迄边。迄寡西南人看见阮的船甲士兵因驶过来，就炸着因的机仔，越身逃走咯。因当中有一寡人金架头还阁讲，阮对迄寡渔夫真简陋吼，即、这个陋我等下查者，简陋的即个徛家所找到的一寡细项的即个一寡杂碎啦吼，一寡因所摕到的物件吼。就是迄个人要走的时阵，金架头佫放一寡物件吼，派一寡物件，像啥物鸡、猪之类的物件吼，就一寡青丝啦吼，摕走。但是当因看到阮的士兵掠过去，就甲迄寡物件弹掉，紧选吼，用走的吼，走若报。阮的士兵虽然追赶因，但是无法度掠着因吼。住伫即个下层城堡里所有的文书甲医生，等下我要查一下简陋即个陋字，代表要安怎读吼？家己拍。他说路吼，路。干路吼，徛伫住伫即个下层城堡，下层城堡后注卡第16条。下层城堡咧，城堡起伫山峦顶，以后陆续伫城堡下面加造建筑物，并且造起围墙仔，因此有顶层城堡甲下层城堡。下层城堡也称作角城，是四角城堡，或者是外城吼。OK。住伫即个下层城堡里，所有的文书甲医生拢奉命暗时爱炸着全部的武器来长官阁下徛家的楼骹，就是长官阁下住伫顶层城堡啦吼，佮叫因爱来即个长官阁下厝的即个楼骹客厅遐过暝吼，以便若是需要的时阵，大家拢会当互相照应啦吼，并且指派阮的福尔摩沙议会议员。就是 Thomas Van Eperen 先生担任即寡人的领队，并且指派商务员 Daniel Six 即个议会机要秘书叫做 Constantinople， 即个热那城堡的法务议会议员 Matthias Gommersbach， 主任医生叫做 Linda Bookens， 以及下设商务员兼商店的管理员 Cornelis Winstorp。爱两个轮流，伫咧上述长官阁下徛家的楼骹客厅过暝，执行指挥工作。对17个注卡是迄个主治医生诶，注卡叫做 Leader Bolkens。Leader Bolkens 是1656年伫咧下层城堡担任主治医生，1661年伫咧热那城堡过身。暗时长官阁下12点讲到即嘛，讲到暗时长官阁下甲阴暗需要办理的一切代志，拢含必须要下达的命令，拢交代清楚咯。对暗时7点钟，阮看见 Provincia 市镇里倒去真大的火焰吼 ，Provincia 车坎头遐，也听到讲迄边的城堡发射一道的大炮。阴暗约了12点的时阵，长官阁下由队长 Juan Van Elder 陪伴伫咧下层城堡巡视一日，所以看到一切就绪，才转来处理。同时命令夜间爱加倍巡逻，谨慎昼夜，一直到天光。好，咱甲国姓爷来第一天的迄天的日子读煞吼。我之前无去查即个代志啦，我无去查讲到底伊伫起煞是对一天哦，所以我并毋知影吼。我一直咧等即天会来吼，即马看着吼。日子对遮开始吼，其实我会足侪代志啦吼，足侪国姓爷诶代志。今仔日读超过20分啦吼。因为我想要甲看了，
足感慨的啦吼，因为咱读30几年，咱读无到30几年，咱荷兰历史咱读到30几年遮吼，荷兰人一切伫遮都差不多要结束吼。好，安尼，咱明仔载再搁继续，希望明仔载有闲啦吼。其实我最近就无闲，我今仔日本来想我爱加班，但我病单济吼。好，若无另外通知。应该就是明仔载搁继续读啊！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了吼。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